继续来关心环保的议题。伫咧今年初，高雄南区焚化炉火烧了后，有1900吨的粪扫暂时无法度处理，是囤伫咧大寮。当地居民怨叹讲，到今已经过要2个月啊，煞也未处理煞。环保局表示，这南区的焚化炉这个月初是已经恢复运转，目前是陆续咧处理事业废弃物甲粪扫。囤伫咧大寮的粪扫是按算伫咧5月底会当处理好势。 这一粒一粒白色的太空包，拢是1月底小港南区焚化炉烧起了后，无材料处理的粪扫。自2月底开始，总共1900吨都一直囤伫大寮掩埋场，甲当已经要2个月啊。目前还有1500吨放伫遮。附近山顶立住户甲掩埋场上近，敢若100外公尺。居民讲，袂当因为因遮较庄卡，就无要无紧。市府这款处理效率真正袂通。想要紧的拢处理掉无？本来就是啊，因为影响到阮的生活啊。那常常就是我们下午收工回来的时候，还是闻得到味道，可是没有像之前那么重啦，可是总是想处理好嘛。这类粪扫到底当时要处理好势，有几人非议员拢积极。高雄市做焚化炉，一年会当烧100多万吨的粪扫，敢若一座炉啊烧起，就发生粪扫危机，敢是调度有问题。环保局强调，南区焚化炉这个月月初已经恢复正常运作，包括事业废弃物，一天上济会当烧850吨。这1500吨的粪扫已经豆豆啊在消耗当中。为什么明明它是家户垃圾，应该要优先来焚烧的，却把它堆在旁边，制造居民的困扰？民众抱怨连连，所以局长，请告诉我完整的你们的检讨改善。人武跟冈山还有一个整改的炉子，所以这个月大概月底左右会执行完毕。执行完毕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把这些垃圾去进场做气化，而且南区厂3炉已经起来运转了。环保局表示，一般粪扫较歹烧，必须爱甲事业废弃物做回收，才有法度处理好势。月底人武公山的炉啊会整改完成，到时会当提升整体粪扫处理量。再加上南区焚化炉，按算5月底进前会当甲大寮1500吨的粪扫拢在去烧。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